大家好，歡迎收睇《中華了解多一點》。今日我哋會為大家介紹嘅係做過勇敢中國人汪明荃。現年77歲，人稱汪阿姐嘅汪明荃喺香港好受市民嘅愛戴。多年嚟，佢作為無線電視嘅台柱，演出過無數嘅膾炙人口嘅經典電視劇集，深深咁樣烙印喺觀眾嘅腦海裏邊。可以話係陪伴住無數香港人成長。汪明荃唔止演戲成功，佢亦都積極涉足政界，做過人大代表同埋政協委員，為文化界、為國家發聲。無論係從演抑或係從政，都能夠做出傲人成就，都係咁受人敬仰嘅。1947年嘅8月28號，汪明荃就喺江蘇省崇明縣出世啦。荃係一種嘅草，佢爸爸改佢個名做明荃，意思就係崇明島上邊嘅一棵小草啦。冇諗到呢一棵嘅小草成就咗偉大嘅人生。汪明荃自細就同祖父母喺上海青浦縣郊區青浦鎮生活。1956年，汪明荃9歲嘅時候咧，就同屋企人移居去到香港啦。佢小學嘅時候咧，就讀北角聖猶達小學，中學咧就升讀寶馬山嘅蘇浙公學。熱愛表演嘅佢喺1966年參加亞視前身嘅麗的映聲第一屆藝員訓練班，由成千人入邊突圍而出，被取錄。仲以全班第一名嘅成績畢業，喺1967年成為合約演員，正式加入演藝圈。到咗1971年，汪明荃加盟無線電視，初期喺綜藝節目《歡樂今宵》度演出。之後咧，汪明荃拍咗唔少嘅劇集，擔任重要角色。1977年，佢憑住家喻戶曉嘅家變裏邊嘅角色樂林，贏盡咗觀眾支持。劇集平均收視高達去到57點，成為咗當年收視冠軍。從此就奠定佢喺電視劇集嘅一姐地位啦。1978年改編自金庸小說劇集《倚天屠龍記》，大受歡迎，平均收視高達60點。汪明荃喺劇中飾演足智多謀、個性突出嘅趙明，再次令到佢成為冠軍收視女主角。1980年，佢同劉松仁主演嘅《京華春夢》原定20集，更加因為播出嘅時候反應太熱烈而加碼去到25集。除咗拍劇好有觀眾緣，喺歌唱方面咧，汪明荃同樣都有驕人嘅成就。喺1973年，佢就同沈殿霞、王愛明、張德蘭組成女子音樂組合四朵金花。而喺佢主演嘅電視劇《京華春夢》同埋《千王之王》，佢仲演唱主題曲，兩張嘅專輯都賣到滿堂紅。1982年，汪明荃主唱電視劇《萬水千山總是情》嘅同名主題曲，同埋表達愛國心嘅插曲《勇敢的中國人》，更加令佢贏盡兩岸三地觀眾嘅愛戴。汪阿姐就唔止係藝人，佢亦都好關心社會事務同埋國家發展。上世紀嘅80年代，佢開始涉足政界，而且表明支持中國大陸嘅立場。呢個舉動除咗表露愛國心，亦都令佢失去咗台灣嘅市場。當時台灣對香港藝人而言係一個好大嘅市場，好多人會去台灣發展掘金。汪明荃毅然放棄台灣市場嘅巨大利益，展現出身為中國人對一中立場嘅堅持同埋風骨。1988年至到1997年，汪明荃被選為第7同埋第8屆全國人大代表。之後多次就向中央政府表達香港人嘅聲音。1998年至到2017年，佢被委任第9屆至到第12屆全國政協委員，持續對國家反映香港嘅情況。雖然佢近年已經係逐漸淡出政壇，但係佢依然關心國家事務。2020年，香港文化演藝界聯署支持國安法，佢就有份簽名支持啦。對於公益事務，汪明荃一樣不遺餘力。喺大大小小嘅慈善籌款節目上邊，我哋經常會見到佢嘅身影。1988年，佢當選保良局戊辰年董事局總理。
1993年就出任博愛醫院第44屆董事局總理啦。2004年就成為樂施會嘅樂施大使。2022年，佢又聯同其他藝人一齊拍攝《獅子山下同心抗疫》MV， 向全港嘅醫護人員致敬。而喺國家有難嘅時候，汪明荃都係出心出力嘅。嗱，好似1991年華東水災，佢除咗參與救災節目嘅演出，亦都落區呼籲市民捐款。嗱，好似2008年嘅汶川大地震，佢都有積極參與賑災義演，籌集善款。嗱，從政以外，汪明荃冇忘記到自己文化演藝人嘅身份，佢致力弘揚粵劇呢一種源遠流長嘅中國文化。佢擔任粵劇團體八和會館嘅主席足足20年。2005年嘅8月，佢代表香港粵劇界同埋新光戲院業主商討續租嘅問題，希望業主為咗香港粵劇界嘅前途，准許新光戲院續租。嗱，喺同業主會面之後嘅記者招待會上邊咧，汪明荃為粵劇界發聲，批評政府各個局長口講支持本地藝術發展，但係對呢一件事件就一直唔理會，成功引起咗時任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嘅關注啦，令佢承諾增撥資源支援。嗱，在公，汪明荃係一個女強人；在私，佢係一個生命鬥士。嗱，佢曾經喺1985年患上咗甲狀腺癌。嗱，當時佢正值事業高峰，但係佢冇俾病魔打倒，勇敢接受治療康復。去到2002年啦，佢患上咗乳腺腫瘤，好彩及早發現，再次以堅強意志克服難關。康復之後，佢成為香港防癌會嘅委員，用自己患病嘅經歷致力推廣防癌資訊。汪明荃璀璨嘅一生受到社會各界推崇備至，獲獎無數。包括1981年嘅10大傑出青年、2004年嘅銀紫荊星章、2007年世界傑出華人獎、2022年金紫荊星章。仲有多個榮譽博士、院士頭銜。佢可以話係香港人獅子山下奮鬥精神嘅縮影。佢專業、堅強、敢言、愛國、樂善好施，無論係事業定係做人，都值得我哋學習。佢用行動證明，一個真正嘅藝人唔單止要有才華，仲要有社會責任感。佢嘅愛國心唔止唱出做過勇敢中國人，更加用實實在在嘅行動話俾全世界知道，身為一個中國人應有嘅態度，值得我哋學習。